新北市三重埔的6张街有一个工地挖地下室，因为这个地下水位的距离测量了无好势，两边边的厝全起起甲真严重。其中这个6张街184号，伫昨暝8点45分，无丢池全倒去。为着安全，工程单位是透暝来拆厝，到透早5点，将2栋大楼总拆掉。就得要过年咯，厝户拄到这款的状况。 有路无厝，真伤心。怪手开始挖工地，声音互人听甲心惊胆吓。规栋的公寓动不动海，过无几秒，规栋崩落，现场土砂粉啊硬碰碰。厝边隔壁嘛拢无通安宁，太挖一个地下室，挖甲厝拢倒去，大家拢爱摕离咧。 倒了！看到家远变甲断离倒壁，住户离开的时先过赶工，想要翻头搁摕一寡物件，加在现场的工程警官一直咧苦劝。袂使入去啊！你绝对袂当入去啊！真正你要相信我。昨暗市长侯友宜也随赶来现场，这是新北市三重埔的6张街，因为新建燃施工造成的严重损害，公寓熊熊崩塌，怪手透暝施工。年轻赚钱到现在房子。 那一瞬间，24小时没有了，马上2、3秒钟，房子全部倒塌，然后整个都是烟雾弥漫。高务局昨早8点接到通报，186甲188号挖地下室，地下水位差3米悬，敢若是水流倒灌。 地主184甲190号地基无在，190号公寓倒向工地摊起，3栋大楼的住户赶紧撤离。暗时8点45，184号无已经崩塌，总共疏散64号162个人。 那后续的责任部分，那我们也请了技术工会这边，那会调查相关的一些监测资料，还有相关的文件资料，还有整个的施工的记录，我们会做后续的一个责任厘清。今日施工发生疏失，地势大楼崩塌，民众不时来关注施工单位拆除的进度。特别过年啊，住户所有都无厝，敢若希望建商会当负起赔偿的责任。 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